听人参加课报电话课种，课不会，没课现在不敢所以我们做安静，老师给你对天、对书记对国文环境，所以呢，我们就是发展比较开心，是了比较济，好啦，我讲出话来听，讲好啊，一个你甲讲话点我写一篇啊。讲孔子人讲出民可数有之，不可数比之，讲哪会晓知？你看嘛，即卖就解讲嘛，知影？安尼谈文字清晰了嘛？写字大家拢知影，但是这意思咱可是唔知影。虽然咧讲一句话足深意思咱唔知，所以我教你哋我们读过搁再读，读过搁再读，爱亲像前方我书咧讲安尼。一本圣经几百字尔，伊讲看几十遍，所以他是来讲，本国是以心可以为书念，一来读，人讲这是古前在这已经足久啊，足老啊，足看足济遍啊。前面就是讲，写就是讲，你愈看愈深切，愈看愈心得，愈看你来讲。民可数有之，迄是老师今日解释话听。咋啦？道无流浪，道无显露出来，无普渡的时阵，你唔知影，而且你奥妙伫倒是来，所以可数有之。叫伊讲怎样做好啊？慢互伊了解，免互伊知影。不可数之，袂使互伊知影，会使叫安尼做，袂使互伊打开用这个观念。这个时代无相像。老师跟你们讲，这个时代无相像，都已经大开普渡，都已经大开普渡，要拯救咱遐历史观，等于西方就好，所以咱袂使唔知，咱一定要知。所以我安尼习惯甲你讲了后，你转来好好读，好好研究，咱大更加去了解出来，所以呢，看你是第爱小的老师给你，看着老师给你，小的老师给你，解释这个前言，希望我们大家有时间，所以这已经数已经2000多年的册啊，不咱来讲，若无记得来册，无法度留遮久啊，所以这种的种子丰富的水明事情、思维的环境。又是电子面的知识情况，只是讲较早是安尼所以的时阵可数比之，可数比之。伊讲你着安尼做，平常安尼做安这可能拢袂较好尔，也袂使话你一个就转去啊，即摆上道的三宝就传互咱，即个你去到99有关系的是着关注咱的考试了后，咱会当通过，所以是利用这随时一句大家都遇到的这名言啊，这句话呢，足人咧研究啊，足人咧研究上有比我了这个经验，但是时代无相像较早。高本的时阵，当然啦，咱袂当了解迄个情形啊。圣人现伫要来传导落来，咱嘛毋知影。为什么将可数比起？是安怎他会讲？咱无知影呢？解释解释先不必让人民了解，是错。解释讲，毋通互咱了解，即个呢就是错。是要读道。咱爱真正了解道目标，伊就是个咱今仔日呢，有三宝，有显观，考决、活动，最重要是要咱创啊位，咱来了解。所以你讲有咱在，有咱的前面咧讲三宝的生活，咱的管道、修炼，要受三宝的生活。
了解三宝的这个生活。若了解三宝的生活，咱就当符合这个三宝的生活来修，一日咱就将得到超生人世。所以呢，解释讲，唔通互人民了解这是正错误，就按字面上来解看，逐字来解释，并无不利。但孔圣人是以拯救万民为他人生的宗旨的圣人啊。孔圣人呢，伊毋是要来遮学落是圣人尔，毋是要来遮做官尔，伊毋是，伊是要来拯救遐个姊妹。大家真正咱等于，要拯救这万民呢，为他人生的宗旨的是不可能提供这样不合理的理论啊！伊无可能讲提倡这个不合理的理论。一般的众生常常只考虑自己的立场，普通的姊妹拢差不多考虑家己自己的立场，只追求自己短视的这利益。到遮，人是着人命，就是着义，咱绑掉的啊，咱绑掉的，所以来看，来学绑掉我，对结婚来说，无结婚就无得人弟弟，既然无讲弟弟，伊就生袂出来，伊就袂生，那么伊若袂生，心就袂正，心若袂正，心就袂修，心若袂修，较好个同志。一步一步拖出来，唔使咧，这个，打过来报数叫个弟弟，先报先念不啦，报数叫个弟弟，无结婚，我同真正弟弟，叫不敢无背条的人无同弟弟，所以一般的众生常常是好，咱无同弟弟拢家己追求家己的利益，不。dit为先世来说，不同的先世来说，咱呢来加以希望这样做名利绑掉了，咱就无法度去追求这个先世的代数，有钱有名，有名就要赚钱，这两项连贯了。更不了解天时应运，以求解决。咱唔知影讲清明阳时代。三批大概波动，都降在书名，都降在书名，都降在书名，是要互咱每一个人，得到这个英文来求这个解决。众生从常有因尊敬信赖，保卫法师的大德，归随之后不原因。讲信赖，我这个法师足够啦，我这个大德足够的啦。无去追求真正真实应运，照因的言论去修行，将未得解决。叫一个法师，又叫一个这个前人者去修炼，到尾啊，会当真正得到解决。考试有时的考，是应该的意思，是不可数比起，也不可是不可以的意思。对众生的修炼，可以数据上，不必数据了解原因。这样的解释是有解。这句话本人应该解释做啥？先做行为，先对解释先对众生的人生经验，先数的代数，应该是他们了解以信来提供。应该对这个人生，这个生命、生死的代数，很了解，很相信，很依靠，也很会去讲，而不知，不以知识以选择方面，将他们提到名，不是讲干咱大家互恁了解安尼尔，用不数据了解人生的经典，天时的应运。以求出离生死苦海，一般性生死不离基础轮回啊，才能了解。若无事互现之外，了解人生的真谛，天时的应运。以求出离生死苦海，
一般形式是不能记住轮回啊。所以咱姊妹啊，一定要了解，无去了解呢，无以认真来看，哦，咱有可能会当了解作者，了解作者。所以花这本册内面，会将就讲论语之时代观甲传书的代，因为这个时代要安怎来看这本册？啊，这本册内面的代要写啥物件？花一内面，不是讲，这嘛是一个经验，讲互我听，我搁做资料，慢慢来写出来，慢慢来写出来，写起来资料几十年，可能有2、3年，但是就这些，所以咱来慢慢了解，慢慢去甲参考，参考了后，慢慢去甲体悟，真正会当记住轮回。咱若当了解这个论语这本的真正意义，是安怎这本的靠这个时代2000多年，大家好遮尔认真研究这本册，真正意义对是了。是专属的代志，讲哪话咱慢慢了解，咱就慢慢去体会出来。但是一句话，英文的话，唔好是讲真正的话，咱无去甲想去甲摸尔。咱若去甲摸，咱就从迄个就是就是我是叫做地底个。只有用咧持久，一旦发现贯通了，这种不知表里清楚无不得，而无心之全变大用无不平，处不变，处低其我处处讲实际不滴滴内面啊，来讲啊，只有用咧持久，你是过啊这早咧讲过，只有用咧持久，一旦发现贯通诶，认真啊看，认真甲到真正我就是咧讲安尼这种不知表里清楚无不得，种物表里清楚无不得，我真讲无出来。这无心之全体大用无平，咱这个人的心来这里做乜嘢？是干要趁钱，要传宗接代，干要干做官尔，不是？这心的大用，有迄个不了解，无心之大用无不平。处不正，安尼你不达结果，你到只有志向来经地啊，所以姊妹，慢慢去甲体会，做完，后用之品，乱了，言语不言，积极一心。乱了，所以今晚咱人来去做人，来得道学道，咱袂使恶用，也袂使欺骗。咱这世人善这个命，咱正是都唔争方便啊，唔争羞耻啊，咱大就是叫善啊。咱大家咧读书，有人讲考试100分，咱见见啊，拢讲暗的嘛。所以呢，咱来家体会咧，所以咱袂使控告住，咱袂使怨到咱啥，正是有做无做，人拢甲咱做无落，你有就是有，无就是。这讲实在，我嘛是真正了解这个经验，我那边这个人，因后壁拢叫建设啊，上去早起学家己家己上名较上啊，你这个囡仔足痛呢，你建设啊，手甲抢来足痛，3分钟我能吃足痛咯，你手甲板落来，足痛，3分钟我能吃足痛，啥？那知影讲阿边啊，伊会做足痛。咱袂讲啦，无人知，到尾正身都怎么才真啊？外表了解，大家拢比阮有研究
在这个时间，这个收鸟人家出去农家呢，两小人用的钱才搞到位。哦。对吧？所以你在那讲比赛，啊是讲伊过来做了，咱无介好啦。哦，咱就讲啦，咱你甲看做，原因在咧啦，无迄个讲你拢真正无安怎样。啊，人发生事情啊，所以若从早来中国学过咧，今仔日呢，不但做总统，后日先生嘛，了不起不过咧。这表现比较他妈打死怎么呢？两个人后话，可是拢是把我那是难弄他。那个我嘛，我以前哪表下面，那个我嘛唔知哪弄他嘅，我嘛别个讲我看，阮这边遐吼，打死，因后边个这边遐好，就打死。啊，打死你想话咧做迄情绪做诶东西。啊，因咧囝人伊迄就早了跑掉，啊早因咧囝，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对面人后边啊，因这个问题，他老这样反正就把查了个这告捷状元来，啊，就主张自然的便利，有关神这套都是刚刚过的，啊，自然便利，啊，眼睛不会头脑当推理怎样？哦，咱像咧水底落行哦，咱像水上咧放水对变对。所以伊利用电话，拢读第一名，去参中嘛拢读第一名，去台北中嘛拢读第一名，伊毋是直接去我台北中呢，伊去台北三中呢，哦啊读一年啊，人咱来讲讲啊，但后壁讲你看，你读大学讲你到这，考大学都袂着啦，哦，啊毋知去插班，台北中，去插班咧要考题考就拢8分呢。但你叫好像，好像比那个老的张标呢，错3就3之后3，你跑到那回车厢啊，那把钱是是啊，啊，咱今日才讲讲，讲这个啊，讲平呀，当天啊，晚太阳啊，我讲当太阳出现面就有感觉，这是咱的命。所以今天呢。一定爱头爱饲咧，人爱困咧，无做无考，唔等于爱使用哦，所以咱车袂使妄用一边两样。啊，咱的人生就乱去，莫讲社会老人，咱的人生就乱去啦。咱就我当等于啊，莫讲大家可能大个接受的。人而不仁，即其一行。因为这是儒家用的，哦，儒家讲最高的境界是感情，啊，所以人若要立志前，目标无看伫前，你的病是出千啊，这就是病，你的病就是一千，你家己唔等于也要往上上，啊，你唔等于要往上上，后即人哦要去往上上，我等你的运输呢，我等咱的古书呢，我等咱是全部点呢。人讲做着，咱是讲嘛做较好个啊，啊是咱家己做歹去啊，咱毋收啊，所以安尼啊，是啥想，咱来想咱家，上对咱个人来，哦，性命所在是要我天啊，敢若人看，这毋都是咧讲咱个人来看，啊，这才宗旨是孔子清好无乱的经验。显示消除这个经验的方法，在于和平安稳、甲善。孔子呢，在讨论这个和乱的这个经验，显示消除这个经验的方法，在于和平安稳、甲宽容。和平、甲安稳、甲宽容，这是心法，这嘛是心法啦。哦，咱一个人爱爱心爱和平啊，爱宽容，心爱和平，爱宽容。啊，这个是好用在体质上不良安
好养的人，伊气质上呢，我都能安慰伊。好养的人，啥人人好养，伊到安慰伊呢，只顾一味天强，甲讲一味天强的，所以天道天气红光，天道了，天气红光用，我怎么办？正如不好帮和，树以不为家，树不为己。真像孔子咧讲安尼，用之即人，下之即中，以我无逆于事。孔子咧个大人讲，诸佛伫边仔讲，助人三分即随有。你若要去先三分，你总毋是大干年纪嘛？你一定要找我，讲我帮我树不会跟下，必然有属于后以下。但呢，真正甲看咯，妈就是家当路，甲咱体会甲讲，所以关键啦，有着困难，咱会过会来，唔通控制住。当然会造成了混乱，无好帮无通手尾拍好，无野渡船，无野渡船要去渡，是困难。啊，这个事啊，就感觉讲，我领是不后日就要来人。这人有考虑中呢，这是混乱造成混乱的行为。如果这种人啊，还要掩护并前，这款人啊，对善那个做掩护，就是在境遇上不能安稳困难，有了孤独并前，不受过处苦，也要去孤独并前。是偌良心的，偌良心的代志，不受恶处苦，所以我尽量帮阮后生的。我讲放心利用，我甲你讲，你这个问题，以后生生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谈应该谈那个人情。免咁做，谈拢你嘅，我无咧好啊，我爱心面前是做事，是真正一好啦，所以这样当然不变当然不变，天地照样树体淡，所以一个人不惜不要并肩，不惜来过出这个富贵，不以己而得取，这种的当然，天地照样啊，树体淡，动行啥话啊？投机取巧无所谓，做出投机的生意啦，什么什么办法做？这种行为是悖乱，不但个人理性去源，也是心理的玲珑。而且更不可能交予心歹人也，倾家荡产。所以咱来了解，心若歪去，心若歪去，什么代志拢后一真呢，你就心歹人也，倾家荡产，岂不是自作自受之祸乱？安尼敢毋是自作自受？所以来影片内面咧，也是讲，天作业有可为，作业不可为。咱今日除了是咱家己自作业去对了呢，咱若无自作业，咱袂去对了呢，较无较杂风心不在设地啊，你若卖自作业咧，到今仔日咧，摊主啊，他就排风心本，较大是以下风心本个。心乱气爱痛，爱天强呢，你听会爱所以就社会来讲呢，这也是风气败坏特殊温暖的一个根源。莫讲个人，讲社会，社会若好用一边
的人呢，人之不治的人呢，社会的这个风气乱，会使到混乱。因是种不正直的人呢，在上位者当然也是不同意。所以就我们在讲，对这款人足透明啊，足可怜啊，他会变成到这个社会安尼啊，除非来恶结，把性改。做父母、做老师、做官，甲社会不一样，总该求，互因一个回头的机会。所以咱在道中，到年头入关，年底都很忏悔，也咱叫佢一次唔知忏悔解脱。安尼咱就非常。如果呢，让其贵行。他有不变三心不变是真实的，所以咱这真正先人下养育贵行，只爱人我来三心了不变是真实的，所以咱对咱的话，咱的佛言，我来一种同情心，我们回课，咱来参与贵族，咱来家庭现在这个安慰讲，我也当同盖监会。是咱做道中一个真人者应该做的，所以这个就讲不在于理情。其中这个真人者，咱按照属咱的佛法，咱出来做，会当边讲立德，会当对道理生为个方面，这是咱身为真人者应该是的。这也是这也是人性无乱，因为伊未必无有用心之地这社会人着用的智慧，有一款真正生来一道了，逼不得已无用心之地，会走投无路，只好走上了极端。所以在上位人应该先变平安环境在上社会这现代心应该爱心变轻淡宽容，以宽容的度量接纳不自知，得将开导，因转因的恶性，这样才会当避免个人的混乱影响，消灭咱社会混乱的事件。所以安尼呢，咱大家有一颗宽容的心，来原谅伊，来慢慢来开导，使阮得将从这恶性的性质慢慢来改变，慢慢来改变，咱社会较平静，道路的发展。如果人人都养成自己的性情，养成忠正和平的气质，虽处贫困会经有只能安贫乐道。所以呢，是买咱来了解。虽然道中咱的道理，透过真理，透过宣传，透过经典，透过开班，会当养成了忠正和平气质。虽处贫困，会经有只会当安贫乐道。天下只为太平无事，没有突然发生。天下安静的太平。有些混乱来发生，是慢慢去体会。咱道中要当发展，咱身为真人者，咱也有责任。社会道中人进步，社会的改变，这是咱的努力。我来讲是天分。我们叫咱谢谢，谢谢啊。谢谢。好，谢谢。